澎湖逐當干那7、8月時有開放，互人來掠野生的馬粉海膽來賣，也毋過即賣呢，煞有人是偷走的。縣政府昨昏就查到154粒啊，農漁局是提示講，這違規的人通判3冬的刑期，也是罰15萬，呼籲大家都愛做伙來維護環境。塑膠袋內底海膽囥規堆等人客交關。澎湖固定佇逐年7、8月開放捡殼大過8公分的馬粉海膽，有民眾初一一早起就到市場準備買來試滋味。腥臭味之類的海鮮也完全不會，不會，就鮮甜鮮甜的。摕到海膽，民眾興趣拔開來食，閣有遊客專程到澎湖，就是為着要食一喙海膽。儘管是開放的第一天，不過嘛有點頭表示，今年扣的量比前幾年減免2倍，恐驚今年的海膽價格會較起。前幾天，你看像昨晚又有在報了，又有好幾個偷跑又被抓到了，所以你說量要多要少，其實都有，天氣人為都有。今天早上大概收穫了多少呢？大概100顆吧。大量海膽殼等佇海坪偷竊的狀況，互澎湖野生海膽的族群減真濟。官府佇開放前一暝就查到違規甲無做的馬粉海膽154粒，為着要打擊犯法行為，澎湖地檢署6月初3查到的今年第一件違法扣海膽的案件，隔天就起訴求判重刑。今年到目前統計為止，總共查獲了4件違規的案件，查獲7人，馬糞海膽309顆。均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農漁局強調，以漁業法規定，禁採期扣海膽會當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併科15萬以下的罰金。呼籲民眾唔通黑白扣，較免犯法，閣破壞海洋的生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